朕要你束手就擒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弘历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无论脸儿生死，你都不会让位给我的。这个皇位你即使坐上去了，就不会再让渡给任何人。朕也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早就做好争夺皇位的准备。好家伙，我大秦开国之时，南征北战，都没用过这么多红夷大炮。幸亏朕到了你郑家庄，不然听凭你把这么多火炮移入京师，转瞬之间，朕的皇宫就成了废墟了。可怕，啊，可怕！你知道害怕就好啊。我想讨回的东西，只能强取豪夺。今日在此先小试牛刀，若我侥幸胜利，咱们在京城再一决雌雄。哼，皇兄好大的口气！人活一口气。那好啊，就请皇兄试一试。哼，胡一刀，火炮准备。胡一刀，火炮准备。胡一刀。皇兄啊，看来你的王命没有人服从啊，要不就让朕来试一试。回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怎么回事？回刀！臣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王兄，你养的镖局人马都是大内侍卫吗？胡一刀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禀王爷，卑职乃大内侍卫长胡一刀。你，快给我拿下！是，拿下！拿下！皇兄，你放肆了！哎呦，怎么回事？给我拿下！拿下胡一刀！胡一刀，率领你的部下，该回来了。遵旨。全体听命。是。拦住他！我的胡夷大炮！我的胡夷大炮！王爷！启禀皇上，臣大内侍卫胡一刀，奉旨归来。胡一刀，你不辱使命，朕重重有赏。谢皇上。待命吧。洪熙，面对现在的这种局面，你总应该审时度势，做出一个选择了吧？你让我怎么选择？难道你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别跟我兜圈子了！你不过是仗势欺人罢了。你皇权在手，掌握优势，但是你的皇位来路不正。从正大光明匾额后的传位诏书不翼而飞开始，你就一直在耍手段。准备！皇宫贵族、满朝文武，都心知肚明。从那个时候，你就不断的耍手段，要我一步一步往下走。不过是想使天下人觉得你有礼有节，仁至义尽。在我看来，
其实你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。洪熙，你满嘴谎言，真是罪该万死！皇上，此等乱臣贼子，理当天下人共诛之。洪熙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嘴上无德，就不给自己留点余地吗？不要拦他，让他说，让他暴露的越彻底越好。我不是暴露，我是揭露。我揭露你窃取皇位，所以你就杀人，你就指使来福，毒死永琏，再嫁祸于人。你要的不就是这一步棋吗？哼！蓝少爷，请你也见识见识吧。你的皇兄让我选择，你要帮我找条出路。庄亲王让我留点余地，你看该如何选择呀？皇上，难道说这就是必然的命运吗？不一定啊。但若一个人已然丧心病狂，非要一条道走到黑，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洪熙，我若兰兄弟执意要去见你，苦苦哀求朕，给你一个选择，给你一条出路，给你留个余地。你不至于把他当人质吧？你不会忘记吧？我在你父皇手里做了多少年的人质？这就是我这个圣祖皇帝嫡亲长孙应该享受的命运吗？我那可怜的儿子永琛，现在不还在你的手里当人质吗？这难道是我们一家人应该有的命运吗？不公啊！天理不公！哼，你不必说的这么声泪俱下。不是还封了你李亲王吗？不是还给了你郑家庄吗？不是还让你建了1年多的内务府吗？你这儿俨然又是一个朝廷。这在我大清朝的历史上，恐怕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吧。今天我再给你一个最后的选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永琛，见过你的阿玛。阿玛，琛儿，我的琛儿，琛儿，快回到父王这边来！若兰，你说，朕该怎么办？皇上，我知道你是仁慈的，让他们父子团圆吧。好，朕答应你。洪熙，朕把你的永琛送还给你。你让陈若兰和宝琴，让他们回到朕的身边。如果你能伏地投降，朕准你在这郑家庄继续活下去。琛儿，快回到父王这边来！谢主隆恩。琛儿，琛儿，琛儿，快！阿玛，快！琛儿，快快！王爷，我去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上！阿玛，琛儿，琛儿，阿玛，琛儿，我的琛儿。兰兄，我们还是走吧。
好，你们走不了了，给我拿下！王爷，你这出尔反尔，太不合规矩了吧？放屁！什么规矩？我就是要投鼠忌器，把他们带走。王爷，您这是自寻绝路。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。瞄准！蓝兄，王爷，保护王爷，保护王爷，快！快他，抓住他！蓝兄，关门！快关门！是，快关门！走！蓝兄，快走啊！替我照顾好枕霞。蓝兄！不要！开门！开门！蓝兄！皇上，快救蓝兄！蓝兄还在里面呀！蓝兄！蓝兄！蓝兄！哼！皇上，恒辰，臣在。朕忘了。朕今日为何而来？启禀皇上，皇上此来，就是要解决洪熙逆案。朕想起来了，只是解决到何种程度为好？皇上说过，此案无需留下任何蛛丝马迹。可朕最好的兄弟，现在成了洪熙的人质。李亲王的用心，就是要皇上投鼠忌器。可朕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，不应该沉溺于私情。皇上，圣明。胡一刀听令，火炮准备。皇上，皇上石榴树，朕知道你的儿子在王府里，可朕最亲的若兰兄弟，他也在里面。胡一刀，火炮准备。臣遵旨。火炮准备。
把赵宝琴拉回来。炮火延伸一丈，装填炮弹，开炮！快！走！快！别开炮！别开炮！我的蓝熊啊！我的蓝熊还在里头呢！走！我的蓝熊啊！彭琛，你说，史官和后人会如何看待朕对此案的处置啊？按照皇上的谕命，史官和后人根本不知道此案曾经发生过。朕的谕命是，皇上曾特别指示微臣，是此案也，非此案也。臣按照皇上的谕命，起草了关于此案的明发上谕。草诏可带来了？就在臣的手边。念吧，朕很想听一听。啊，遵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宗人府议奏，庄亲王印禄以洪熙、洪生、洪昌等结党营私，往来诡秘，请将庄亲王印禄及洪熙等革去王、贝勒、贝子等爵，永远圈禁。庄亲王印禄受皇考教养深恩，朕即位以来，又附加恩优待，特命总理事务，推心置腹，乃王全无一毫实心为国效忠之处，唯务取悦于人，致其与洪熙、洪生、洪昌、洪角等私相交结，来往诡秘，据宗人府一一审出，请治结党营私之罪。洪熙乃密里亲王之子，我皇考御级，世封郡王，晋封亲王，朕附加恩厚待之，乃因行止不端，浮躁乖张，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，唯以谄媚庄亲王为是，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，居心甚不可问。今事迹败露，在宗人府听审，仍复不知畏惧，抗不实供，此尤负恩之甚者。庄亲王从宽免革亲王，至一身所执掌甚多，应去应留，着自行请旨。将来或能痛改前言，或仍相言固习，自难逃朕之洞察。洪熙革去亲王，不必在高墙圈禁，不许出城，其王爵如何承袭之处？着宗人府照例请旨办理。洪生照宗人府议，永远圈禁。洪昌亦照所议，革去贝勒。洪普着革去贝子，并管理栾仪卫士。洪角本应革退王爵，但此王爵系皇考特旨，令其永远承袭者，着从宽仍留王号，依之终身，永远祝奉，以观后效。见识了吧？这就是你的皇兄。见识了，这就是你们皇家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惨剧，真是人间惨剧啊！阿玛，我怕。怕什么？这就是你的命。好歹我们父子团圆了。阿玛，我不想死，我想活呀！你千方百计的叫他回到你的身边来，难道就是要同归于尽的吗？哼，这就是那个沽名钓誉的弘历，这就是你那所谓仁慈的皇兄。
你现在看清楚了吧？我看清楚了。你和皇帝都一样，你们心里只有皇位，一旦沾上这个皇位，就都是走火入魔，什么亲情，什么爱情，什么家庭人伦，统统都成了殉葬品。李亲王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在你怀里的那是你的亲生儿子永琛，他都没有好好的活过，你忍心吗？你忍心吗？你忍心看着他给你陪葬吗？这话算你说对了，阿玛，我就是要让你见识见识皇家的威严。阿玛，阿玛，救我！救救我！阿玛，阿玛，永琛，阿玛，救救我！在《清史稿》等正史记载中，清朝历史上著名的洪熙密案，仅仅留下了这么一篇轻描淡写掩饰真相的乾隆皇帝诏书。但曾经在郑家庄十分显赫的礼亲王府，再也没了踪影，甚至在地方史志中都鲜有记载。后世史家考证，郑家庄的礼亲王府确实存在过，甚至有史家言之凿凿，这座王府的规制曾等同于皇家离宫。蓝少爷，若兰兄，兰兄。我兰兄呢？都死了，他们都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他救了我，我活着。都死了，都死了，他们都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娘，他们都回来了。连二爷到，恭喜呀！右大爷到，右大爷，大老爷到，大老爷，秋华小姐到，孙姨娘到，二太太，走。老夫人到，太太，赵府一干人等准备接旨。喝吧。圣旨到。赵府夫人接旨。民妇领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赵府夫人王氏，乃朕贤德妃之嫡母，温良孝弟，持家有方。贤德妃曾屡屡秉陈朕功，其嫡母之贤，足以为天下母亲之楷模。朕乃因贤德妃生前所请，
亲封王氏诰命夫人，亲书金匾，以昭其尊。钦此。谢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赵家遭了大难，到头来还是沾了我蚯蚓的光，使得皇恩浩荡，咱们一家人才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如今老祖宗不在了，老爷也不在了，这个家我也只能勉强支撑起来。从今往后，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。晴儿呢？嫔嫔呢？为何不见他们两个？禀太太，林姑娘的伤没好，又病着不能来。秦二爷和蓝少爷去了郑家庄，还没回来。嫔嫔那丫头，她总是病着，就没见个好的时候。可是我有话要对她说。过一会儿你还是把她叫来。是。日后秦儿也要收收她的心了，这个等她来了我再说。这回啊，咱赵家蒙难，虽说是个坏事，倒也不是没有收获。在海宁陈哥老家的时候，结下了2门好亲事。这头一桩呢，你是知道的，就是秋华的亲事。是，我知道，是一门好亲事。什么亲事？我不同意。呸！轮得到你说不啊？啊，还反了你了。秋华呀，虽说你那夫家远在边塞，是个守关的总兵，可毕竟是皇上亲派的重臣，咱们这等世家，要纳结的姻缘，一定要个门当户对，可是不能由着自个儿的性子来。平太太怎么说？反正我不去。那可由不得你。莲儿那边的事情，按说有你亲爹在这儿，我不该管。哎，你管着，有弟妹你管着，我省心了。那，你家里的事我就说道说道。我听说呀，凤丫头，如今正带着乔姐，起身正往乡下那个什么吴姥姥的家里，派人去叫她回家，她竟然没应承。我的意思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凤丫头是你屋里的，你还是去找找她。金陵老宅那边有那么多的地产家产，总得找个可靠的人去照料照料吧。我看呢，就是你去那边做主子，带上凤丫头一起去，有你们2口子主持着，我才放心。行啊，我去就是。只是乔姐她娘那里，太太你知道，我降不住她。亏你还是个男人，说这种话。按说凤丫头是我娘家人，我应该向着她的。可是一个女人既是嫁了，那就要3从4德，再不能有什么闪失，让人家笑话。所以凤丫头那里，你就只管大胆的去降服她。只要你做的在理儿，我呀便站在你这一边。有太太给莲儿撑腰，那我就不怕了。弟妹既然给我儿子都撑着腰了，那也赏我一个脸。大哥，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按说你是这个家的长辈，这个家理应是你主持着。当年你是乐得清闲，老祖宗才把持家的担子压在我家老爷身上。如今老爷不在了，我原本就应该跟大哥商量商量，这个家你也多担待些，好让我也卸卸我肩上的担子。别，能者多劳，这个家还是弟妹你当着，好吧？我要请弟妹赏的脸，那是另外一件事儿。那你就说说吧。其实啊，还是珍珠那件事儿。当年他骗了我，他还弄了个假死，是吧？
如今呢，他跟弟妹又回来了。其实珍珠的心思啊，我明白，我不责怪他，只要他还愿意跟着我啊。太太，当年大老爷抬举我，我宁可诈死，宁可藏身到金陵老宅，也不愿意嫁人。如今我跟着太太，以前我是伺候老祖宗的，如今我愿意一辈子伺候太太。嫁人的事情，我想都不会想。听听，弟妹，你听听，这个家哪里还有主子和下人的分别？当年是老祖宗宠着他，他就敢不识抬举了。这名义上他是个下人，可是他那心气儿傲得跟主子一样。珍珠，你给我听着，老祖宗早走了，现在在这个家做主的是大老爷我的弟妹。他今日究竟是给我这张老脸一个面子，还能由着你的性子？这个事儿根本不用猜度，你还是乖乖的死了那份傲气的心，乖乖的嫁给老爷我。要是日后把老爷伺候舒服了，我破例让你成为主子，那也说不定啊。究竟如何，弟妹啊，你当面给我话吧。太太，太太，珍珠啊，其实我这回把你从金陵老宅那边带回京师来，就有了让你跟着大老爷的意思。你听我说，女大当嫁，这个定数是不可违的。当年你伺候老祖宗，那可是有大功劳的。如今你要跟着我，我很感激。可是，你越是这么懂事，我这个当主子的，就越是不能耽搁了你呀。无论如何，你是个丫鬟，是个下人，可偏偏被咱家大老爷给相中了，可盼盼的一定要娶了你。你就不要再执拗了。我知道，如今再也没有人为我做主了。可我还是当年那句话，我不嫁，我要回金陵去给老祖宗守灵。你看这，跟着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是，你看他这。大老爷，你不必担心，这事儿我已经应承了你，我就做主了。那就谢谢弟妹了。瑞儿，你瞧瞧这家里的事情，日后啊，还真得是让我省心不得。这回家里遭难，上上下下，老老少少，没有一个比你更有见识，把自个儿护持的安安生生、妥妥帖帖的，就是老爷生前也佩服啊。我的意思，从今往后，你就帮衬着我，管理着这个家。是，今非昔比。以后啊，家里的用度要节俭下来。荣官爷那边，我这就关闭了它。你和兰儿今天就搬到我那儿去，从此跟我一个宅子里住着。是。这频频怎么还没有来呀？禀太太，派人去叫了2回了。来了来了，太太，林姐姐来了。太太，林姐姐真是有伤，又病着，一定要她来，还真是不方便。来，林姐姐坐。给太太请安。频频啊，坐吧。谢太太。原来霞儿也在呀。郑家庄那边现在是不能回了，我们都在云泉庵里住着呢。那多不方便呀！我看呀，你跟兰少爷就搬到我这边来住，日常啊也能陪着我说说话。那就多谢太太了。频频啊，我知道你身上有伤，又病着，原是不必让你到这边来。可是我有话要跟你说，今天家里人都在，当着大家的面，我说的是不是公允，大家也都能有个评判。太
太太真是折煞我了。太太的话，我只有听着，哪里还敢评判？你既是个懂事理的，那我就把话明说了。方才呀，你不在，我已经吩咐过大家了。从今往后，这个家要节省开销。如今荣官园也没有几个人住着，我要关闭了它。你呢？我出钱给你在外头买了个宅子，你住过去就好了。一切日常开销都是我这里给你出。太太，这是要赶我出去？不是我要赶你出去，是今后啊，你再在这里住下去，恐怕就不太方便了。如何不方便？还请太太明示。这个嘛，我是要跟你说明白的。这回大难之中，我去了南边，倒也结识了不少显贵家族。便是两江总督也曾经前来看望于我。他家的千金正值待嫁之期，又与我家琴儿的八字相合，所以我便应允了这门亲事。哎，门当户对啊！姑娘，原来宝琴又要娶亲了。我知道，你和琴儿从小就要好，琴儿对你也是极好的。哎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就琴儿这么一个儿子了，日后家族的兴衰就全都落在他的身上了。所以，琴儿的亲事必须结结实实的。他可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依靠啊！是，我早就没了家，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，又是个多愁多病的身子，哪里能靠得住呢？太太，可是让宝琴娶亲就是，又何必将我逐出家门？难道我没资格嫁给宝琴，便连见也不能见他了吗？